韓國42號演習佇頂禮拜結束，也學者指出講演習是愈來愈偏向美軍實戰化，要互敵人的斬首戰略來無效期。也聲稱輪性演習各國的駐台代表是做伙參與，佮甲大家紹介因的緊急避難包內底有佇啥物。If you get hungry, we have a collection of snacks. 看起來蠻好吃的。And then we have a hat, so for bald people like me, so you don't get sunburn. 介紹緊急避難包內底必備的物資，AIT處長顧立堅用中文、英文、日文親身來介紹，內底也有咱國防部所發布的全面安全指引，這本的感覺色的冊，這是為了響應進行佇全台各地舉行的城鎮輪性演習，各國駐台代表攏有參加。放主要的東西在裡面，像這個。British essentials. Thanks. You need something to play. Nothing better than the Airbus planes. 今年城鎮輪性演習也頭一擺實施行動網絡降速，並且結合國軍漢光42號演習來舉辦。街路上更加接看到各式軍車駛過，官兵守護重要設施，並且擴大動員超過5000名的後備軍人來參演，嚴正軍民整合能力。學者指出，這擺漢光進一步做到去中心化機關，導入反向干部精神，攏顯示愈來愈滑向美軍實戰化的風格，也要予斬首戰略來實現意義的目的。俄烏戰爭跟這個美伊戰爭經驗跟教訓，第一戰大概都是設法把這個政軍中樞、指揮系統全部都截斷掉，你不會一個地方被摧毀掉，那個其他的完全那個就完全沒有運作，它可以用分散的方式能夠持續運作。所謂的這個美語老師跟這個美軍的這樣的一個官方合作，多少可以把這些先進的這些作戰概念引進到國內哈，然後調整國軍的這樣一個作戰部署的方式。另外，在漢光演習期間訪問台灣的美國眾議院外委會營務主席麥考爾登去美國了後，對媒體講。在中共繼續對台灣甲全球帶來威脅的時陣，真公營會用在重要時刻來訪問台灣，展現美國對台堅定不移的支持。記者綜合報道。